梦梦到南朝盘碟，南跌到满寨，斜西中冲东坡，梦西梦左梦北梦国梦扫南朝人碟，南跌在满寨，斜西中冲东坡，一间铁楼铁板道道场。梦说南朝人的南跌在路满寨，得瓦岗拉好，铁板道走铁走。那要种超烘焙。现在大家看到的舞台正中的那一套是沙楼种超烘师，端站种超烘说，山西种超烘桌。那要种超烘桌啊！端站要种超烘刀，山楼种超烘扫。